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有个新增加4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拢是对印尼过来的学生。昨军方甲入营航空包飞机要飞东沙岛，结果借路经过香港半空中，煞去予对方阻挡，理由讲有危险的活动。 检察观察到生产试验和国家定收有着的空窗公司，无请许可就制造第2级医疗手术用的试验。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2个男性、2个女性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这些拢是20通岁对印尼过来要读册的学生，因9月30入境，隔开的期间到才来验出病毒。目前国内拢总有535站病例，咱就来听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上解新的说明。检疫期满前采检确诊无症学生来台就学。 检疫期满前采检确诊COVID-19，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学生境外从外国进来那我们大概就采取了措施，就全部他们在居家检疫后就要把它再采检过一次。那10月15日检疫期满，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大概4名个案接触有220人，那。 同车接触者104人，其中92人为境外生，那检疫其他都是阴性。那同班机接触者是115人，及防疫旅馆工作人员1人，那其余的接触者正在疫调匡列中。 关心气象，因为透东北风，还有南海海面的水汽加过来，拄好正风的东北部这边面雨落未休，宜兰岛已经达到变大水雨的程度。中央气象局也提醒讲，下礼拜进前雨水是还袂掂，民众都要尽量警戒，提防做水灾。宜兰地区为礼拜四大雨落未煞，2天以来东山乡落雨已经超过450毫米。 气象局分析，这是受到东北风甲南方水汽的影响，雨势真大，而且继续已经毋是过去东北季风带来典型的绵绵雨，到下礼拜一进前大雨也是继续落。 我们有一个名称说是东北季风的一个异常降雨主要就是因为水汽比较偏多加上东北风影响以及地形效应可能在一些迎风面地区的雨势会特别大。礼拜六开始，东北季风也是搁增强，北部高温比礼拜5降4度，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北市山区、宜兰花莲拢会落雨，其中宜兰可能有大水雨，民众爱细致，一直落雨山区桃州、松软可能会有灾害。 下礼拜开始，南海上继续有扰动，无排除可能会加做风台。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是一个相对海温还蛮高的，然后大气环流呢，还是有机会会让扰动发展起来，还是要稍微多留意一下，应该很有机会，还会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专家分析，目前观察下礼拜北平太平洋高压较强，就算风台有成型，不过直接到台湾几率无悬。 爱观察外围水汽是毋是甲东北季风交互作用，互北部、东北部各有大雨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9月30，苗栗县德南遮一个72岁长辈时代塞车出门，过当天司机要来甲伊看，却敢若找到伊迄台车，佫也来罚，才赶紧通报警方。德南分局淡文派出所，还佫有地方的救援人员即时出动，经过2暝2日打，才伫离迄台车70公尺外山坡的水窟仔底找到即个老大人，加在是有惊无险。 搜救人员将老先生为落高麦当中拖出来。苗栗德南镇一名72岁姓陈老先生，顶个月30暗时，甲一个人塞车出外，厝边就无过看到人。淡文派出所找伊接到报案，一早发动警力，到附近的厝边协助找找。伊直到隔工才伫停车的所在西南边，差不多70公尺的冻土墙下骹的水坑找到人。 郑姓老翁因不明原因在住家附近摔落波坎下的水坑，泡在水里2天2夜。所幸远警及救难人员及时寻获，将老翁送医捡回一命。原来姓陈老先生因为惯势旧厝的环境，无愿意甲厝内的人刷到北部大，才一人大，受困2天2暝，被找到时阵全身湿糊糊，而且真忝。好佳在生命现象真正常。救援人员用毯包起来保暖了后，通知救护车送去病院救治。
他走失多久了？我们这里30号晚上。呼吁民众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随时注意起居，预防跌倒。如果有失智情形，可为家人添购轻巧的 GPS 定位器，佩戴爱心手链，或到警察分局做指纹建档。环境表示，老先生可能是行路的时阵无细致，涉入冻土墙落伫水坑内底。好佳在送医了后无什么要紧，目前家属已经将伊接到北部来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昨咱的军方甲立营航空包一只飞行机，要飞过去东沙岛，结果当要借路经过香港半空中的时，煞去互因的航空管制中心阻挡，理由是迄边有危险的活动。毋过昨中国根本都无演习，民航局也讲无爱航过，就要照国际规矩事先公告才是。结果香港迄边煞颠倒讲是咱家己使翻头的。立营航空15日只为高雄要飞去东沙岛的军包机，为台北航空情报区要飞入去香港航空情报区进前，去互香港航管中心以有危险活动的理由拒绝进入，只好说翻头去倒转来台湾。中沙太太利用9栋51架波道测试。东沙岛的位置是属于香港飞航情报区，英国台湾的飞行机飞入去东沙岛，拢是由台北航管单位通知香港有飞行机飞入来。这架海巡署东沙包机是20年来头一届因为非天气的因素，怎直接射翻头倒转来。民航局表示，香港飞航情报区进前并无发布飞航的公告，不过国防部10日证实，射翻头倒转来迄一天，中国并无任何军演的活动。我们国防部的查证当时中共在当地不管是周边的海空域，它是没有任何的军演的活动，不要破坏国际飞航的秩序。香港飞航区管中心要依据国际民航组织的一个相关规定，能够进行公告。两岸的情势压悬的时阵，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林福峰表示，这个航拒绝进入，转射翻头是真无事常，真有可能是中国对台湾报复性的警告。就是要让你台湾感受得到中国大陆的不高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或是警告。这些小岛应该也是中国大陆会采取非战争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其中的一些目标。林福峰表示，东沙岛离中国较近，徛的位置嘛较敏感，军事价值真悬。最近美国甲中国军机拢真密集，伫咧巴士海峡抑个西南空域一直出入。伊嘛分析，中国目前对台湾开战的可能性并无大，不过会透过类似的手段来警告。也若香港民航处10日是表示，军包机会射翻头是台湾航空中心取消进入香港飞行情报区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6点外，中国解放军一只巡逻的飞机飞入咱国西南边的半空中，空军有放送广播赶开对方。上知影讲早起8点外，中国的军机又搁来，总是国防部严德发部长强调，一切拢有掌握当中。另外美国海军也宣布，规军的航空母舰甲战斗机当伫咧南海遮咧演习，这也挺好就近应变临急的事件发生，顾全区域的安全性。15暗时6点外，传出中共解放军一只运8反舰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国防部16早起证实，指出中共军机伫海峡中线以南的空域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台湾空军虽派遣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而且以公布区里甲防空飞弹追踪监视。想未到这过无15点钟，16早起8点外，搁一架侵入台湾的西南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对。你已进入我空域，你将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的绕台牵涉到它的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企图一个行动，所以不分白天跟晚上，我们都有掌握啊。国防部长颜德发强调讲，国军拢有全天掌控，面对中共军机一直对台来呛声，台海的情势真紧张。美兰背水号顶日才通过台海，美国海军10日嘛宣布，包括雷军号的航空母舰、战斗机联队、驱逐舰等等的雷军号航舰打击群，目前正在部署南海进行海上的安全演习。美军强调讲，这个南海演习的部署目标是要维护美国甲区域盟国的安全协议，对区域以内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会当快速反应，而且嘛叫外界当作是要制衡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记者综合报道。顶日三十节，中国有甲印度媒体施压力，要求这条袂使报。
结果因大使馆的门卡口，煞有人去割海报，甲台湾咧斗庆祝。昨晚外交部交涉部长接受印度的媒体访问的时，也甲对方的政府说声，佮表示会加强投资印度，也望因甲美国、日本、澳洲，佮连咱拄好5国小联合，守护四边国防的安全。中国顶日甲印度媒体施压，要求因袂当报道台湾国庆相关的报道，所引起颠倒兵的效果。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口的电火条啊，去互挂真侪庆祝双十国庆的海报，伫网络引起大家的关心。外交部长吴钊燮15暗时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针对印度无咧惊中国的压力，庆祝台湾的国庆表示感谢。台湾甲印度是共享价值的同伴。So for Taiwan to develop closer ties with India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have the ambition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 with India. 吴钊燮嘛表示，台湾甲印度两个国家理念是真相话，期待印度重组新的全球供应链，扩大台商对印度投资布局。因若即马毋若是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包括印度、南海甲附近的国家拢共款。台湾嘛希望会当参与美国、日本、澳洲、印度4个国家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守护印太安全。And our relations with India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refore, we certainly hope that Taiwan can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we can work with all these countries that are taking part in Quad discussions. 最近台湾跟印度的关系有升温，嘛出现不少印度的网友抛出挺台湾的波文。总统蔡英文嘛伫推特抛出印度的菜色，连印度的执政党地方党部的发言人嘛拢分享波文。印度的媒体指出，印度虽然接受一中的原则，不过毋捌甲台湾纳入去一中。台湾跟印度的关系是比过去要更加好。多台湾的这种声音在里面，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但它要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氛围，就是让这些印度的决策精英或者这些知道，印度社会对于台湾是有兴趣的，然后必须要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对台关系上，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一些有意义的合作。杨浩指出，其实台湾伫新南向政策一直拢真注重印度这个市场，加上即马中国甲印度的关系冲突增加，印度嘛开始出现对抗中国的声音。虽然伫外交要有真大的突破是无啥可能，不过实际的交流甲合作一定会增加。就是昨仔印度佫甲对美国真重要的外交官派驻台湾，会当看到对台湾重视的程度已经比英国还佫较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昨透早4点，泰国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状态。不过抗议政府专权的民众犹原也无四散。下晡就有上万人搁再汇集伫街路顶，一直到深更10点才散开。不过因也拼命讲，每一暗拢会搁再倒转来街头表明诉求。警方也已经出手掠超过20人起来了。抗议群众以和平示威的方式，比如开手机照明、花口号顶，继续表达反政府诉求，佮要求当局将包含示威者领袖在内比例20多人放出来。แสดงจุดยืนเฉยๆ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ยอมจำนนต่อเผด็จการอีกต่อไปหนูก็แบบว่าอยากออกมาให้เขารู้ว่าแบบมันไม่มีผลอะไรกับคนตอนนี้แล้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ดว่าคือ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ที่เขามี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ที่แท้จริง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ขาก็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ชุมนุม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ได้ก็จะไม่โดนจับแต่เขาก็ประกาศอันนี้มาเพื่อที่จะเอามันเพื่อมาจับเรา当局伫15尾仔6點宣布上新的宵禁令，示威者攏表達抗議。泰國當局是伫15透早4點宣布曼谷進入緊急狀態，禁止5人以上集會。然後行路平靜一段時間，不過當日下晡3點左右，群眾開始行向市中心的勒巴松路口，人越來越多，警方出動包圍，發生衝突。อยากใช้ศึกษาการถูกดำเนินคดีของกลุ่มบุคคล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ใช้สิทธิ์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ให้อยู่ในกรอบของกฎหมายที่ให้อำนาจท่านเอาไว้示威群眾伫暗時10點解散，學生領袖朱塔提呼籲大家16暗時擱轉來，而且是逐工見面。記者綜合報道。再來關心武漢肺炎的情形，昨世界衛生組織 WHO 警告講，歐洲的國家都要擱加強管制，若無真濟百姓的性命都會難保。連病比例上較懸的捷克共和國已經咧加起臨時的野戰病院，一寡重症的患者佫着要送過去德國，互人鬥看顧。死亡的人數第一座英國，當時已經超過43000人不幸。法國目前當咧對抗第2波疫情，15個一天超過3萬人確診。巴黎正百個醫護人員上街路抗議，要求政府提供更較濟金援。其中一個示威者批評政府要佇咧拜六實施的宵禁。
masque ou comment faut faire pour, je dirais, utiliser un gel. On a besoin d'hommes et de femmes. 在欧洲目前感染率上悬的国家捷克，15宣布要伫咧布拉格郊区起头一座防疫用的野战病院，会当收治500个新冠病毒的患者。捷克伫14通报过一天新增加9544例，德国巴伐利亚邦会接收部分的重症患者。Und unser Nachbar Tschechien kämpft mit einer wirklich tatsächlich explosionsartigen Entwicklung, sodass wir heute bereits die ersten Fragen bekommen haben von der tschechischen Regierung, ob wir Patientenbett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könnten für Intensivpatienten. 英国目前是欧洲死亡人数上侪的国家，已经有超过4.3万人致病死亡。政府推出部分地区的防疫措施，首都伦敦提悬疫情的警戒。不过民众批评政府的防疫限制令，让人不飒飒。If they're going to lock down, they should lock down today, not in 2 weeks. And lock down here or lock down there. 另外，俄罗斯15通报过去24小时有280来人死去，全国累计确诊超过135万例，是全球确诊病例数量第4悬的国家。欧洲目前大港超有10万人致病，疫情让人真烦恼。包括波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甲荷兰等等的国家，拢实施上新的防疫限制。世界卫生组织15表示，用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才会当来救10万人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昨香港政府宣布已经和新加坡互相打合好势，开放旅客入境游览。若有验无病毒的证明，就毋免搁再隔开14天。嘛会设专用的飞机帮落去载人客。是讲哪会无和台湾来打合这条开放旅客的代志咧？香港经济发展局局长是讲，这是牵连到双方面的意向。新冠病毒冲击国际观光，疫情较缓和的香港甲新加坡可能会当建立旅游泡泡互相访问。15香港政府宣布甲新加坡达成原则性的协议，会当伫几个礼拜以内完成细节的讨论，建立而且落实航空旅游泡泡的机制。喺琴日咧，香港同新加坡咧係雙方係達成咗一個原則性嘅協議，就係就住香港同新加坡之間咧可以推行一個咧係雙邊嘅航空旅遊氣泡嘅安排。呢個安排係俾新加坡同埋香港咧嘅人士咧係可以透過呢個氣泡嘅安排咧係互相之間係恢復嗰個往來。顧天華表示，針對相關旅客未限制往來的目的，唔過要接受雙方互相認定的 PCR 檢測，若是陰性就當入境，唔免閣隔離或者是居家檢疫。若是旅客坐特定航班，嘛未接受其他轉機的乘客，航班的規模會當看兩地疫情程度來調整。若是台灣是無去予香港政府列入去旅遊泡泡的名單，顧天華表示，因為必須要看雙方的意願。我原本就會覺得，其實飛香港可能風景上我哋以前都睇過啦，咁但係發覺原來平時可能真係唔會咁細心望啲風景嘅，今次係真係會咯，同埋機上面有好多遊戲啊，咁成個氣氛好好，都好開心。在咧疫情的影響之下，高風險國家嘅出國嘅旅程是長時行。廉價航空公司香港快運航空就推出寬港遊嘅航班，15邀請媒體甲社群網青來參加頭一屆嘅試航。喺香港嘅天頂是8點半鐘，3個正式航班會喺咧11月份出發。一張機票上價388港票，超市新台票1440塊，已經全部賣了。記者綜合報道。等下關心國內下晡上屆新的消息，早起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佫早起到立法院要報告施政。不過國民黨同款堅持講，伊若無先針對開放美國鴉片會室咧，就袂當上台。蘇院長也批評對方講唔直接質詢，佫佔發言台，兼有立委的薪水通領，人民一定袂滿意。總是到甲中晝立法院游錫堃院長也調集調野協商，望雙方面攏着愛退讓掛了。行政院長蘇貞昌16日去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而且被質詢。不過國民黨團不滿蘇貞昌也是無對政府開放美豬美牛來會室咧，早起發出加急動員來佔領質詢台，是佇咧9月22甲10月13了後，第3屆組黨蘇貞昌就台。針對這件代志，蘇貞昌是講黨話來回應。邀請我來，又不讓我報告，這是傲慢；不敢跟我面對面詢答，這是心虛。霸佔的主席台卻坐領高薪。人民一定不滿意。跟人家回一個，說啊歹勢，都無法度，沒辦法，
我们要求这么谦卑呢？他完全不做，到底是谁傲慢？国民党团这届除了出动低矮模型，佮提出总统蔡英文、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农委会主委陈吉中4个人的人形徛牌放伫咧议场的正中央。国民党立委嘛小连续伫咧议场顶悬发表诉求，立法院议事佮一届起用阻挡。民进党佮其他在野党的立委拢表达不满。美猪的问题已经报告无数次了，那我不知道说到底有哪一个点，让国民党然后持续杯葛的理由吼？那我觉得，杯葛久了，理由都没改变，只是会让人民看破手脚。要让我们在这个质询台上跟这个行政院还有各部会来去做正面的这个质询跟辩论，我们希望让议事回归到正常的程序。因为议会处理报告事项的议程嘛无法度进行，立法院长游锡堃甲民进党籍立委归去走去其他的行程，若是国民党主席立委江启臣甲国民党其他立委是走摊去推广卡白笋，毋过为着要互议事会当顺利进行，中昼11点，游锡堃已经临时调集在野党团来进行协商，找找互双方拢会当退一步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近来欠水的缘故，农委会已经宣布桃园新丁苗栗范围内19000多公顷的农地全面停止灌溉，无水通去饮产。若除啊1公顷是会当补偿14万。总是有农民咧不满讲，一礼拜都若有1、2天有水通饮，除啊就也会活。政府也毋调度工业用水，干那要用钱解决，敢是看农业真无目的咧。今天经济部跟农委会会同时公告，所有苗栗、新竹、桃园1.9万公顷的停灌的这个面积，每公顷可以领14万元的这个补偿经费。史上头一摆，农委会伫除啊抽水期间宣布停止灌水。台湾56年来第一摆拄到因为无风台水库欠水的情形。所以农委会宣布16开始，桃竹苗3个县市有1.9万公顷的农产要全面停灌，其中差不多1.3万公顷种稻啊。所以也宣布，稻啊每公顷是补偿14万，为17开始连续10天，农民用早身份证件甲实际建造证明文件这资料，去水利小组的工作站登记申请。这次的停灌的时间刚好是农民种水稻还没有开始抽穗之前，但是农民的所有的成本已经投入了，所以我们计算的公式是用他的投入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他原来可以获得的农家赚款乘以1.05，那用最优惠的方式，这个也是昨天行政院苏院长为了特别照顾所有的农民，签了这样的一个公文。为什每公顷是补助14万呢？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解说，部分农民针对现阶段自给自足，拢已导致生产成本，再加上农民所赚的钱乘以1.05所算出来这个数字。毋过，伫新竹的农民是批评，重点毋是补偿偌济，是政府的心态，很感觉是想要提钱了事。我是觉得他可能早就打算要放弃桃竹苗这边的农业了。比方说每个礼拜给农民一两天的水，这样子其实稻子还是可以种得起来。可是他现在就直接全部停掉，然后就你的损失我发钱给你。就是很瞧不起的那一种态度啊！农民表示，伊自己就做伫白过补产，目前是上需要水的时阵，确实无水，潮水就无法度结米粒，了后对真做拍心。毋过，其实一礼拜只要调度一天的水资源互农产，也是应继续种稻啊。必然是政府无互民生甲工业用水轮流承担欠水的问题，所直接选择牺牲农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生产水盐互国家征收有钓的空枪公司，昨起检察官查到无请医疗器材许可，就咧制造第2级医疗手术用的水盐。空枪2大工厂拢总已经查封664万几块这款水盐咯。总是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表示，若申请的天数，这间公司做了，确实无够10层。工作人员无用搬运原料，准备制造生产防疫水盐。在新北市，这间水盐大厂也是水盐国家队成员之一的空枪公司，涉嫌无摕到许可证，就制造第2等级医用手术水盐这医疗器材，15被卫生局甲检察人员进行搜索。行政稽查部分是9月22号是由那个食药署会同
卫生局去做稽查。那稽查之后发现他有未取得许可就制造的情况，所以我们才介入调查。检调表示，医用喙暗是属于医疗器材，要向卫福部申请医疗器材制造业。药商许可执照，佮摕到医疗器材许可证了后，才能制作生产。不过稽查发现，空中有2个工厂违反相关的规定，所以2间工厂封存喙暗6643645片。它的违规产品的批号是2020 9月7号到2020的9月17号，因为这部分涉未经核准擅自制造，那这些违规品我们已经要求业者要下架回收。既然要新设它的一个厂线，它就应该依程序先来申请。不过违规的情况并没有说造成口罩品质的一个影响。新北地检署查扣空中的消退汇资料，生产一部表这证物，佮约询姓陈的负责人甲姓柯的总厂长到案罪名。随后依照涉嫌违反药事法，有令姓陈的负责人35万交保，姓柯的总厂长是3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6都的消息，去年12月，台中一个姓平的男性无驾照，佮塞车出门，甚至调工启动半路警方的临检站，造成警员受伤。尾手地检署以起诉短缺逃脱，佮有伤害罪名起诉当事人。但地方法院却认定讲，起诉短逃脱就要是非故意的原因，判决这项无罪。地检署当下说明讲，这是法律见解无相共。去年12月1日半暝，救护车赶去警方临检的所在，甲受伤的警察送病院急救。这个警察是去一台拒绝停车受检的轿车弄到，也若塞车姓平的驾驶，打逃走无偌久，就去警方抓到。落尾伊嘛去检方以肇事逃逸甲伤害罪来起诉。不过台中地方法院针对肇事逃逸的部分，一审是判无罪。如果他人的受伤是因为行而人故意伤害而驾车撞人所导致的，那行为人于故意伤害行为后驾车逃离现场，就跟刑法第185条之4肇事逃逸罪的构成要件不合。台中地方法院解释，肇事逃逸构成的要件是要以非故意的行为为前提，也毋过姓平的男性，迄当阵是超工甲警察弄，无符合肇事逃逸构成的要件，所以判伊无罪。毋过检方所无共款的看法。本案检察官是依照大法官会议477的解释，认为肇事逃逸是包含故意而提起公诉。那法院以传统的见解认为，只限于过失而不包含故意，判决无罪。那本署会表示尊重。台中地检署表示，肇事逃逸的具法见解，行为人必须爱是过失，无包括超工的。不过，大法官去年释字第777号的解释。新的见解认为讲，据法对肇事的解释无够清楚，所以发生车祸，无论行为人是超工的，或者是无细字的过失，拢有算肇事。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是采用新的见解来起诉，不过法官是以旧法甲伊判无罪，会阁研究看敢是有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高雄市有民众因为去注无公费流行性感冒的预防车，刷掠里长出水发生地。市府的卫生局担嘛讲，阁刷落去的考虑，要让户口在高雄这65岁过的长辈时代注大声。若这条本县市的民众优先的规定，嘉义市和基隆市即阵就已经实施了。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带动民众来注流感疫苗的意愿，无论是诊所还是社区，大工透早拢有真侪人要注。不过因为各县市的疫苗配给量有限，有一寡县市就决定讲，要让伫咧本地设户口的市民优先来注流感疫苗。全国各地对流感疫苗的接种都非常的踊跃。那中央呢的疫苗是分批下货，那我们为了让民众不要到处去询问疫苗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一周10月12号开始统一把疫苗集中回来到卫生所，那是以嘉义市的市民为优先。那嘉义市、基隆市嘛宣布，对13开始，互基隆的市民优先来做。台南市嘛按算讲要对你来做这项措施。流感疫苗是要有县市的配合款，所以各县市都会设定说是市民施打，这个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但是台南市呢，还是有很多别的县市是住在台南审慎在评估啦。如果在疫苗不够的状况下，我是觉得县市的市民优先，我是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顶日高雄取消社区的注射站，因为有发生民众注无疫苗，转来对里长发脾气。针对疫苗配额的管控，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当在讨论第3阶段的配额条款，也考虑讲让市民优先来做。目前也在研议相关的第3阶段的疫苗的配额调控的措施，那也不排除限制涉及在本市的65岁以上的长辈优先的进行接种。今年公费疫苗总共有603万剂，不过初步到达已经用超过4成。外界烦恼讲可能真紧的用了，疾管署表示已经甲国内市的药厂调货，嘛当地甲国际抢货，不过因为目前各国拢真有需求，所以对价可能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教育来讲，教育部补助虎尾科技大学5000过100万，落去设一搭含航空公司修理飞机的作业完全相像的训练场所，今日开幕应用。今年虎尾科技大学也已经有15个学生考过民营飞行机修理的执照，业界也纷纷聘请，尤其现部这方面的人才是还阁真欠。详细听到老师的说明。飞行机去到技术航功能的测试流程，学生刷就爱实际来操作。为了要培养更多飞行机维修和制作人才，教育部补助虎尾科大5100万，建立航空公司相像的维修散线和工课环境。就是可以提早，就是了解一下未来的生态，就是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然后工作的环境什么的。借由整个硬体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完备之后。可以培养更多这飞机维修人才，供我们不管是国内产业的需要，甚至国际的一个航空公司。虎尾科大表示，校方的飞行机干定系已经成立超过20年，这次由教育部计划补助，来建立航空维修的训练中心。今年已经有15位学生通过民航证照学科考试。那接受业界聘请一样的一个场域，让学生在这边去做这些维修的训练，让他毕业直接就可以进到职场，让我们把我们的能量继续扩大。学生有实际操作的经验跟一些技能，那对于到航太的业界去工作的时候，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航太科技公司表示。目前业界嘛是真欠缺飞行机的维修人才，也是用透过校方有国际级的航太维修散线，也是在中约航环境，加强辅导学生来考航太维修的民航证照，一定会当培养更多高技术的人才。记者为您报道。我来看台南市的新化菜市历史已经50年，市仔边一条路12米宽，人若来买菜，乌托邦就4架叉，造成四边的民众真不便。经过区公所协调，当时决定要对这条路中围出一片机车的停车区，按早起6点开放到下晡1点。不过地方也有人咧疑问讲，安尼生敢会影响消防救灾，敢就有痛。新化信义路大东街口是有50多年历史的新化菜市仔外围，一透早市场的人真多，但是真侪民众是贪图方便，拢无停伫外围200公尺的停车场，拢停伫路中央。一条12米的道路，都去有规排的乌托邦隔开。真正有一个禁禁吼，真正危险啦！禁禁哦，安怎讲啊？你也准做内底火烧车，敢袂当入来，对唔对？是安尼的问题来。原来中遮拢排档了对。我早摆排档，迄个通说遮唔好，人车驶过，佮卡着，就惊多亮有诶无啊啦，即马改安尼咧？改咧，真着要无啥问题发生啊。来市场，民众感觉是真方便，但是有民众是不满交通的乱象。近期向市场的信箱检举，警方是介入，区公所嘛召开座谈会，加上要主动拖上后袂排档，最后是故意伫马路上设置暂时的乌托邦停车区。因为现在停车格位已经不足嘛，造成交通的拥塞嘛。你如果没有规划成这样子，大家又造成乱停的话，造成乱象。或是你不让我们中间停，我们插这样子旁边停也很危险，因为人就要走到中间道了。上去用讲话就是救灾的问题，区公所是解说，虽然规划暂停区，但是两边相共有4到5米的道路，并未影响车辆的通行。伊设置暂时的乌托邦停车区，一来会当改善交通，二来互骑乌托邦的人有位会当停。停车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1点，这只有这段期间而已。那下午1点以后就恢复道路的那个正常使用。
其实附近嘛有2处停车场，总数大约80多家，但是逐天民众停车的数量大约400台，根本是无法度消化。因此，民众长期以来习惯是路边乱停。现在公所是设立暂停区，停车量会当阁加1倍。虽然遭受到批评向远，但是公所是强调，目前交通是真正有改善，尊重反弹的批评。记者郑云达报道。关心外岛的消息，昨台东县政府伫绿岛南寮渔港的码头公开放4万尾李克龙正俄罗古锥，阁会甲人亲近的枪仔鱼的鱼仔落去。结果经过都无半工，就有人发觉讲这个仔仔煞死去袂少。但乡公所也推断讲，量必是负责提供鱼仔的厂商运送的过程有疏忽，水质温度顾无好，才会致使这款意外。绿岛乡公所15早起伫南寮渔港码头举行4万尾密波鱼放流的活动，按算要互海底游塘附近的鱼仔较丰富咧，会当吸引游客。水桶一个接一个，甲鱼仔倒去伫事先穿好的厨房仔顶悬，亲像咧处流笼共款，互鱼仔流入去海里。毋过，才当放流尔，就看到袂少鱼仔浮伫咧海面呢。下晡就有潜水教练小连线伫咧放流地点附近的小丘岛的海底，发现袂少死亡的鱼仔。乡公所表示，目前还伫咧估算鱼仔死亡的数量，研判可能是运送的过程当中，厂商无甲鱼仔照顾好势，就直接放流。我们有在做检讨，就是可能从屏东的这个养殖池到运送到绿岛这一段过程之间可能不够专业。专家提醒，放流的鱼仔未经渔证到运送的过程，水的温度甲水质的控制拢有一定的标准，才会当确保放流成功。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因为必须要有适度的温度的保存，避免水体的温度升高，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在打气上面。到达了预定地点的时候，还必须要再做一次所谓温度的确认，要让它回温。绿岛乡公所表示，16会阁派人落去海底观察鱼仔死亡的情形，嘛会追究厂商的责任。未来若阁有放流鱼仔的活动，会加强管控运送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文化部对3年前开始就串联中央各部会和地方的县市政府，还有民间一寡机关、博物馆，拢总收集270万件的相片、影片，一寡宝贵的资料，结合作国家文化记忆库。尤其咱若毋是要当作商业方面的用途，迄内底有超过5成147万篇的资料，拢已经会当开放，互人掠落来自由应用了。经典的网架主角树龙真受到台湾4、5人年纪的欢迎，不过即马市面上已经真好找到完整的专辑。加在伫咧网架家叶phong家的后代，甲册迷拍拼之下，甲大部分的精华找到倒来，而且民众只要上网，连去你国家文化记忆库7000多页的网架，1000多篇的文献都拢看会到。1966年审查制度上线的时候，他把当初虽然已经出版，但是还没有审查的作品全部下架、销毁，找寻这些收藏家，希望他们能够再把他们收藏的作品，让我能够扫描、修补，把其中部分的作品透过数位整理、诠释，上传到国家文化记忆库。文化部为106年开始，整合各部会、甲县市政府，还有民间单位、甲博物馆的资源，收集超过270万笔的资讯，其中包括史前国宝。到这几百年来百姓的生活，还有网架、机艺工法等等的图甲影片的资讯，还有使用国际的创用 CC 授权。目前记忆库的非商业使用残疾的资料有147万笔，超过5成。目前的话，我们最高开放层级是到非商业使用的开放授权，所以只要不涉及商业行为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些利用。一般民众也可以透过集记忆还有爱古迹主题征集的方式，去分享他们的这个照片。希望这个国家文化记忆库将来跟我们的影视音以及我们的文学创作能够广泛的来合作，透过数位的技术成为传播台湾文化到世界的一个主体。国家文化记忆库开发做以时间甲空间做主线桥找的功能，配所谓博物馆、看故事、设展览等等主题方式来呈现。未来嘛扩大主题式的文化定集，结合 AI 的数位科技，一步一步建立更较完整的资料库，希望互咱台湾的文化故事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讲，教育部10年前就行文予大细间国中国校，鼓励一礼拜爱推动一天营养午餐无食肉。不过，当关怀生命协会这个团体调查所发觉讲，参加的学校已经6有减，甚至有的改做1个月实施1摆也2摆。其中一项原因就是有超过3成的学生讲，也是惯死爱食到肉。白饭配豆腐，还有红菜头炒两甲青菜。部分国中国小推动一礼拜1天无食肉的日子已经真侪冬。关怀生命协会调查全国国中国小无肉日的实施状况，甲2010年开始推动比起来，实施学校都1638间降低到1476间。办理的频率是以每礼拜1届上悬，不过无一寡学校已经改做1个月1届，或者是2届。 我们是疫情，教育部要正视执行不力的因素。无肉日的素食品质，我们希望说应该加强。学校的数量减少，周期变长，就算讲学生的接受度有小可提悬，有4成的囡仔认为讲无肉日勉强会当接受。详细来检讨原因，34派的囡仔就是爱食肉，8派的囡仔讲真歹食。家长的方面，虽然反对的人无多，不过也是有这种干那食青菜无够营养，就是爱食肉才健康的错误观念。 那如果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红肉的话，学生在一餐里面就会吃到过量超标的红肉。吃到过量超标代表什么？疾病风险提高，致癌风险提高。张家培指出，教育部102年公告的学校中昼顿的食物内容甲营养基准，敢若建议每礼拜提供豆仔做的制品2份，应该对时代的进步增加做每一顿1份，来取代部分红肉。若是出席的民团甲立委认为讲。 因为口味歹食，还有就是要食肉，造成学生的反应无好，无得靠会当对特定的肉减少，一步一步来豆豆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桃园市的杨梅幼儿园拍破传统教学的作风，无阁叫幼囡仔坐抓牌，换鼓励众人经兴趣的项目家己学。结果这幼囡仔阁会发挥灵感，自编自导自演一出趣味的故事。啊，这中间老师的角色也转变做是陪伴甲引带，互幼囡仔家己体会甲思考。桌顶这囡仔配合布景甲各种道具，自导自演一出童话故事，各用智慧型手机录落来。想袂到这竟然是幼儿园的课程，透过讲故事，囡仔发挥创造力，也训练逻辑思考能力。 他们来到了森林，爸爸就说：“可是我还好害怕哦。”透过呢，他们在说或是创造的时候，可以连接他们的类似作文的能力，到国小衔接的时候作文的能力，他们会编创故事，然后可能会有起承转合。桃园市杨梅幼儿园拍破传统教学模式，这囡仔唔是坐规排来学习，教室内底分为数学概念区、语文区、组合建构区。 也有艺术创作区，囡仔想要学什么，就家己选什么。我们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把3岁跟5岁要学的东西融在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那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他自己要学的东西，又可以很自在的学。 校长表示，囡仔本能就是算，调整自由算的课程模式，让囡仔真正体会到家己才是学习主角，进一步自主学习。老师的角色就是陪伴甲导引，建立思考甲学习策略，唔是直接给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目前通台湾有92间幼儿园已经咧实施，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学校内底完全敢若讲母语，嘛用母语咧教课。 就是那像浸水共款，创造出完全学母语的环境。来看高雄这道2间幼儿园，逐天上无实施4点钟，真侪幼囡仔台语嘛愈讲愈好，效果确实真会知。西湖国小幼稚园这囡仔，透早8点对因老师去菜园仔种菜。这囡仔上爱去找因伫菜园仔内底好朋友。顶面有一个落来哦，哦，伫遐对无？你看，我昨有发现，伊讲哦，这是白桂咯，对无？白桂咯，白桂咯。嘿，安尼我就找到伊啊。嘛有看到菜场，大家都爱去买菜场，原买种拢互碰去食了了。伫菜园仔内底都爱讲台语。
这是因逐工伫菜园仔的时间的约束。若食点心的时间，嘛爱讲台语。老师伫逐工的生活、甲活动内底，用真自然的方式教囡仔讲台语。去七桌顶，饭了爱捡起来，食饭慢慢来食。有明仔去起来，咱来去便所，囡仔爱甲茶果起来啉茶。自然这种例行性的活动，就一工的50%-50%拢咧使用闽南语。一开始拢袂晓讲闽南语，所以慢慢学，慢慢甲小朋友搁做伙学安尼。西澳国小幼稚园已经是第4年申请教育部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目前已经慢慢看到效果。另外，这间天主教的圣道幼稚园，囡仔逐工咧祈祷、唱歌、佚佗，还佫有学习，嘛拢爱讲台语。蒙特梭利的教学方式是每一个囡仔学每一个囡仔无同款的功课，阮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这个园长伫6、7年前就开始教母语，大部分的囡仔原底拢袂晓讲台语。教在遮的老师拢真有热情，目前因拄着上大的困难，还是家长。真奇怪呢，家长甲囡仔吼，看到囡仔就讲华语，包括迄阿公阿嬷嘛是普通是拢讲母语啊。当时我发现是阮教了，等于无爱讲，等于无爱讲，互透早来个顶来。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105年试办的时阵，全台湾敢若10间幼稚园试办，到今年第5年，已经增加到92间来参与。保存母语，就要为细汉开始。若家长敢会认同甲配合，恐惊是上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县埔盐的永乐国校，教学生囡仔体会种菜，对种植甲收成，幼囡仔是逐项都家己亲手来，也通对细汉就培养出了解农民辛苦的心情。相信讲，别日仔遮的学生也会愈口实。永乐国小的学生比起手五裤骹行入田内，认真细致将菜栽种落土。要播好哦，好来。农民陈彦辉唔但无偿提供土地，嘛将家己的种作经验传给小朋友，和学生了解做田的每每角角，其实拢是大学问。那个菜里面，那个高丽菜是吃哪个地方，就是叶菜得吃它的叶。那个节头菜、大头菜，它的吃的是茎。然后我们那个胡萝卜、那个萝卜、白萝卜是吃它的根。详细解说每一项菜色特性，希望和学生培养正确、安全、健康的饮食概念。我们非常感谢阿公哈，他已经连续8年把他自己的地，然后自己花钱买菜苗，教我们永乐国小呢小朋友全校师生一起来种菜，连续8年，所以我们感谢阿公。透过农事体验，和学童了解食物土地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嘛当体会农民的辛苦，培养囡仔持续守护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世界出名的游览地区意大利罗马，但外国旅客因为传染症拢无行脚到。因地方这当阵也有公司开发出运用 VR 挂特殊的目镜，就通看到空中的实景这款技术。旅客若来参加，就会当重新倒转去几千年前罗马帝国的时期，比起武艺竞技场迄款情景。这是罗马马克西姆斯竞技场的位置，规片空空，互你家己想。不过，怎么拿戴这种特殊的目镜，你就能看到这个可可位置以前原本的模样。这摆是罗马帝国上伟大的竞赛场地，一边会当容纳25万的观众。那么，意大利罗马市加扩增实景公司 Gisnet， 加这建造正水，全世界上大的扩增实景体验现场。È una bella esperienza, comunque ti fa vedere com'era all'epoca, cosa che io non mi aspettavo. Comunque adesso è un prato, invece all'epoca era proprio un teatro. E è particolare, mi sta piacendo per adesso. 这项 Circle Massimo 体验活动今年热天才推出，本来是象征外国游客，不过受疫情影响，变做当地罗马市民较多，真多人排队要来体验这个时空旅行。这边差不多40分钟，自山谷开始探索竞技场的起源，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战车竞赛，到19世纪变做负责公众照明的煤气厂，经过竞技场的过去现在。Si può ricostruire veramente il passato e soprattutto il monumento più grande di tutti i tempi che è stato il Circo Massimo.
è proprio per ridare dignità a questo monumento che ci siamo impegnati insieme con i tecnici a ricostruire più scientificamente possibile lo spazio del circo. 国情实景除了要靠位置追踪软体加 GPS 一时的灯光计算，上大的挑战就是要准确的重现历史，要有考古学家、建筑师、3D 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加电影导演这点合作。 Come numeri stiamo parlando di 13.000 linee di codice, più di 2 miliardi di poligoni. Immaginate che 2 miliardi di poligoni da gestire real time che dovevano comparire con scala 1:1, diciamo, perfettamente ancorate sul terreno e diciamo con una collocazione che doveva essere perfettamente in sintonia con il luogo. 为了防疫，尤其入场进前要绑体温、戴防护面罩。团队上最一边8个人，每一个人要保持3英尺的社交距离。这项国情实景体验活动会一直到10月底，2021年旅游季才会搁开放。 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这几年来网络送食食的系统踮台湾是真时行。南美洲的巴西这国也有一个送餐人员，尤其阁是双脚较不便的人士。过去伊讲家己嘛捌想袂开行地路，经过改变人生观，这个残障的送餐人员也已经甲家己的性命拍开新的门窗了。伫巴西大城圣保罗当地美食外送员到瑞里欧。 逐工拢会伫安全帽啊，骑伊改过乌托邦，派外送专业嘅保温袋啊，甲小小嘅餐点送到人客手内。去餐厅摕餐点嘅时阵，头家也真好心，替伊将食物放入去保温袋啊内面。对于行动无方便嘅伊来讲，省真侪时间。会当有这份外送员嘅头路，伊也真满意。Essa função de motoboy mano, não é tipo feita pra gente cadeirante. Tá entendendo? Eu tô colocando a situação hoje em dia, trabalhando de motoboy, pra tipo, mano, vencer obstáculo, superar desafios. Porque a gente na cadeira de roda, mano, a gente não é inútil, a gente não é inválido, a gente é capaz de fazer as coisas, entendeu? 下半身行动无方便，伫今年3月，巴西因为疫情的关系，政府开始封城，34岁到瑞里欧就发动募款。 募得65000台票，改家己的乌托邦开始做美食外送服务。即马大家看到的是到瑞里欧积极正面的人生观。因过伫咧5年前拄发生车祸，双脚无法度行了，伊是落入去人生上黑暗的谷底。伊当阵还阁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命是牵手伫咧边仔一直甲伊鼓励，才总算互伊看到人生另外一种可能。 E aí eu tentei suicídio 3 vezes, não consegui, cara, graças a Deus, porque senão eu ia me arrepender, mano. Porque a vida continua, do jeito que eu tô hoje, se sou feliz também, pra caramba. Minha esposa do meu lado aí me ajudando, fortalecendo, sempre dando apoio moral pra mim. 到瑞里欧讲，人生无什么好麻烦的，一切代志发生拢是上好的安排，最后也当互咱对中有所体悟加启发。 就算美食外送员的头路未当互伊好行，不过靠着家己的能力讨谈，甲牵手这阵平安度过所落来人生，就是伊上大的幸福甲满足。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比利时这国是有塑胶工厂的业者，专门咧收集干仔的塑胶罐，分析伫分材质、样料重新再制，有的做碗盘，有的做灯坎，有的做鱼糕。啊，这款环保产品也互民众真赞叹，阁真娱乐。 真侪塑胶的物件展示伫塑胶再生工厂大厅内，色彩鲜艳的家具用品吸引参观者的眼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间工厂生产的物件，亲像是创意手绘家具用品，啊，不过详细一看，这物件其实拢是用塑胶本色所做的。 Un dégoût au point que j'ai commencé à m'instruire sur l'écologie, sur le recyclage, sur qu'est-ce qui pouvait se faire en ce moment avec le zéro déchet qui m'intéressait beaucoup. 工厂的创办人马蒂尔德设计学校毕业，因为感觉塑胶本色对环境甲大海破坏，开始回收塑胶。2年前，伫咧做雕塑工作的爸爸帮助之下，成立这间塑胶再生工厂，专门收集、回收塑胶罐，佮重新做成生活用品。Mais donc pourquoi les bouchons? Parce que c'est petit. Parce que c'est facile à stocker,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couleurs, un choix incalculable de couleurs, c'est absolument hyper créatif, c'est génial.
伫中济进前，嘛钓到会先清洗、拍打，然后利用机器解搞水个样。爱机器加一个塑胶材质，会成做彩色的塑胶线，用来做电火搭、线款，容器顶顶滴着居民的额度，除了协助收集管仔罐，也正做产品的消费者。 Ça m'a beaucoup plu, cette idée de recyclage et cette idée de réutiliser. C'est très dans l'air du temps, mais je crois que c'est la génération qui va un peu changer le monde et nous faire prendre conscience de consommer différemment. 因为工厂内底亲像金属零件、甲机器引引，也是为废弃物当中取代。伊认为，去走路抗争气候暖化对全球影响，不如以工作甲行动做出更较实际贡献。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拄当休困日搁到地，下半晡国地头气温悬低，咱做伙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 24度到26度，金马平湖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Thank you.